后来讲最近有真侪人拢患着流行感冒，台中市到昨为止已经有9个人并发着重症死亡，也有10个重症的患者住院治疗。讲去年才1个重症也无死亡的病例，想袂到今年的流感是上届届。台北市的医师提出着警告，讲流感发挥着威力，已经为年初的 A 型流感演变做 B 型流感、甲呼吸道融合病毒等等。讲一大堆的病毒拢在流行，甚至有可能会并发着心肌炎、脑炎等等，尤其是对小朋友的健康影响会搁较大。囡仔会知就来到诊所，互医生看挂号单看诊的人是坐面满。流感发挥，医师讲已经为年初 A 型流感演变做多种病毒组织法，甚至有些 B 流也都会出来了。RSV 就是所谓呼吸道融合病毒。肠病毒，一大堆病毒都在流行。9月到10月流感大季疫情明显变侪，预期整体病情会阁继续升温。得过 A 流的人，嘛有可能得到 B 流，尤其囡仔得到脑炎的几率恐惊更加悬。不管 A 型流感、B 型流感，都有可能并发心肌炎或者是脑炎。在小孩子并发脑炎，重症住院死亡的，大概都死在这些。医师讲，囡仔若得到 B 流，可以并发金箔怀孕期用解症，若无正常的酸痛、放尿失水深，就要紧去互医生看。若去镜头来观察 A 型和 B 型流感，拢会有规身躯的病症，包括酷酷嗽、发烧和筋膜酸痛。B 流特别常在看到是骹重酸痛和走白。若一般感冒，主要是呼吸道局部的症头，亲像酷酷嗽、拍卡掌和脑痛。至112年9月25日，台中市累计61名流感重症确诊个案，其中9名死亡，多为65岁以上长者。伫咧台中市，阁有10个重症患者住院治疗，和去年比，1个重症无死亡病例。今年疫情是歹庆庆，根据疾管署统计，今年以来39礼拜全国流感并发重症，今年累积712例，死亡人数达到152个人。提醒民众防疫拢要做甲真周全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